份啦，今日高峰對決啊，3月16號。琳琳係最尾嗰組嘅特選跑手嚟嘅，因為未夠年齡。陣間拍下片啦。點解你走啊走啊走啊！呢個咩嚟㗎？OK。會啊！即係特選啊！特選跑手。喂，去邊啊？想去啊！我叫阿 Wes 力影你好嘛？冇啊，Ice 啦你。或者阿 RG。點解啊？你想揾邊個 ？Hammer。都得。哇！冧晒啦！為青少年而設，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喺學界嘅越野比賽之前啊，或者學界嘅比賽以外咧，都可以互相切磋。見到大家都好緊張啊！正話我哋嘅 MC 亦都解釋咗個賽道有咩。如果有用呢個，你一組夾組就嚟開始啦。跟住跑。超快啊！真係。碰撞大家可以放心啲，盡情去跑。冇咁多人參加，女仔。係啊，你陣間會唔會除風褸啊？係啊係啊，着住先啦，保暖陣間一跑。4、3、2、1。加油啊！喂，兄弟，加油加油！加油諗，直着嘅，加油！加油二！加油啊！
住識嘛？快啲啦！婷婷加油！快啲啦，安娜，唔好流力啦！追住婷婷啊，快啲啦！好快啊，加油！夠時間啦，快走啊！快啲！加油啊！夠時間啦！加油，龍友加油！Good job, good job！好感動啊！我都有個小朋友特邀組3個，1、2、3。犀利啊！佢真係實現咗佢講嗰句話啊！佢話要超越你。唔該啊！你要包啊？好，攞個俾我。攞個。問啊，原來係有好多。唔使問啊，原來全部都要攞啊！啊，媽咪咧，好。隻招補充體力啊！好啦，攞。你都攰㗎啦，陪咗你啊！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因為攞水壺啊。凍唔凍啊？攞個水壺啊！係啊，下次要裝水壺啊！好，多謝多謝。今日高峰對決就完成啦。上半水貨呢個咁優美嘅環境，可以去放鬆一下。咁啊講少少故事啦，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，就係喺觀塘區長大嘅。我放學咧就好中意走上呢座山嗰度，但係估唔到咧大個咗可以喺呢度搞場比賽，仲可以帶到咁多小朋友、咁多青少年嚟到呢一個地方。所以我真係特別開心嘅。咁除咗話有我教嘅同學仔，亦都更加開心見到有其他區唔係我教嘅同學仔，佢都有機會嚟到呢一度，係做一啲我以前放學都會做嘅嘢。咁所以今日係特別開心。咁咧，我哋嘅比賽嘅成績咧都已經係陸續出咗嚟啦。大家可以去掃 QR code 睇到成績啦，亦都可以過嚟我哋嘅成績咧轉。好啦，唔話你睇啦。佢通常攞第一有冇獎㗎？佢特邀冇㗎。特邀冇㗎。嚇咁我？你有啊？點解？你細路仔有㗎。關細路事，通常冇理由壓住我個位㗎。我哋嘅頒獎禮咧，好多個個都係佢。人哋第二喎。你九龍嗰啲細路機場，我有曬草。我邊度有張畫嘅？比賽嘅，由觀塘民政事務處協辦啦。今次嘅越野跑比賽咧，以青少年為主角，佢哋咧旨在培養佢哋咧永不放棄同埋團隊嘅精神嘅。今次嘅高峰對決咧，好厲害，係成為國際越野跑會 ITRA 認可嘅比賽嘅。第3名就係柯浩伊，係啊，而家第4名咧就係卓慶，係啊，第5名就係顧家聰，第6名就係青之星，有幾可有一班有幾好，而家第7名就係 M 聰伊，第8名就係 D Ho T， 第9名就係吳志揚。第10名就係汪烏燕，好，恭喜晒10位。去英華，第4名鄭樂怡，第5名俾人逼係羅瑞清。第6名係梁善堅，第7名係溫海純，第8名係周悠悠，第9名係
黎樂怡。